时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风台带来着大风雨，台南认定有路树倒去，直接来逮着这个工厂的铁皮厝。现场的状况，要请记者品轩给咱报道。品轩，请讲。 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中台杜苏芮发威，也让各地造成了灾情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台南地区，可以看到现场的雨势其实还是蛮大的。而现在仁德区这边也出现了有路树倾斜的状况，是直接压到了工厂的铁皮屋，导致工厂的铁皮屋都出现变形，甚至是破洞。那么现在相关的人员也已经在现场进行抢修。不过老板也坦言，这个路树这样子压倒，也让他们的 损失相当惨重，先带您听一段稍早访问。光整个那个屋体就整个都变形了，然后后面重修的话，可能还要花费蛮多的。那大概损失多少？现在没办法估，可能要请那个人家来专业估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后续下个礼拜开始又不能上班了，现在整个要重新再整理，所以光那个生产损失也算蛮大的。 好，老板表示，这个路树倾斜的时间，他估计是在今天清晨的4、5点左右。也幸好当时工厂内部是没有员工在上班，所以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的情况。不过后续几天可能也没有办法再上班。也要提醒大家，虽然说台风现在正在逐渐的远离，不过它只是减弱而已，还没有完全消散。所以今天还是要特别留意台风所带来的豪雨以及强风。以上是现场的最新状况，先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